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乌英直升机失事，国防部今日替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等8将士举行告别式。总统蔡英文亲身参加颁褒扬令，对阵官阶。另外，今日全国各机关、公立学校、地方政府拢降半旗表示哀悼。 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8个国军将士，伫正月初2在乌英直升机失事过身。国防部早起举行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国防部长颜德发拢有参加，要送因最后一程。公祭时间是早起7点半到早起10点40分。军方会用空中致敬的分列式，也有19声炮向8个将士致敬。 中岛伊玲要刷到殡仪馆的路顶，卖开放民众致敬，也有今仔日全国拢会降半旗来致哀。昨昏观察要对3军总病院109空军上山基地沿路冒开放民众致敬，场面真庄严。 警方用重型机车做前导车，而且由宪兵车、警备车护送乌英顺一将士的观察。上头前分别是参谋总长沈一鸣、总士官长韩正宏、中将余清文，总共8个孙一将士。下晡5点到西离开3军总病院的怀德厅，准备刷领去松指部。路边会当看到官兵列队行礼，民众的国旗。刷领的路线沿路会经过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车队到国防部大门口的时，除了国防部长颜德发带国军官兵致意，总统蔡英文嘛亲身来现场哀悼孙一将士，场面真庄严。任务已经结束了，谢谢您们。我们保证会恪尽军人职责，竭尽忠诚，坚守岗位。愿您们一路好走。 刷领车队规个过程是慢速引导，嘛规划19位的致敬点，开放民众做伙来向这8个国军英雄致意。车队上尾来到松指部，10时伫遮举办公祭仪式，而且嘛开放民众参加。若是车队启动进前，陆军礼炮连会发射19响来致哀。空军嘛会安排4架换上2000战斗机击空冲场，而且采取对输致敬编队，向定英雄袂阁倒来啊！这场丧礼也是伫咧前总统蒋介石过身以来上大规模的官方丧礼。 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大代志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带内阁总辞了后，有接受总统蔡英文的慰留，表示会继续带行政团队落实蔡总统的政见。 就任到达多满1周年，行政长苏贞昌13暗抛出影片，感谢行政团队为做伙拼。 新国会会伫2月初开机，行政院第13召开临时议会，因为尊重宪政精神，苏贞昌带内阁总辞，不过已经得到总统蔡英文的挽留。由于院长一开始他就有提到。 那的确，这是一个宪政的流程，我们必须要完成，并且整个内阁团队的执政的绩效获得总统的肯定。那院长既然已经接受总统的慰留，那今天我们就是走完这个总辞的这个行政的流程，以尊重宪政的精神。行政院发言人库拉斯表示。 目前各部会首长嘛得到苏贞昌的挽留，目前内阁名单无要调整改变，不过嘛强调所谓人事政策是一直的修正甲检讨，人事权是院长的职权，由院长来做决定。由行政院长来决定他的内阁的成员，他要什么样的团队的成员继续在他的带领之下继续打拼。不过在今天稍早的院会里面，院长。 的确是期勉在场所有的阁员，大家继续努力。2020第3结束，蔡英文摕到破纪录的817万票，民进党嘛伫咧反映，取得61席过半席次，内阁向肯定，挽留成功，目标是要做出有感觉政绩，继续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存，年初时
查处局，也毋过是因为牵涉另外一件1亿2000万的公益款侵占案，洪收押。也毋过伊讲，伊想要回去处理陪已经食到96岁的妈妈过年的时做伙围炉，落尾法官是裁定以3000万交保。伫法警介护之下，请70外头孙道存坐警备车登去看守所。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存向指控欧洲公司200亿，扣这个法院判3年有期徒刑。测伊获刑期满，按个另外涉嫌侵占太平洋网球基金会、甲顺发平本教基金会1亿2000万的公益款，一出局都叫法院提审，裁定加警戒。台北地院13下晡开庭，搁一摆提审孙道存，伊伫法庭表示，想要登去陪96岁妈妈甲亲人过年。法官裁定30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逐工要暗5点到7点，该去徛喺附近的警察局报到。不过，孙道存则想要先登去看守所洗身躯，等10时再终止办理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选举结束啊，昨昏选耍是选耍头一个交易日，股市甲汇市拢有演出庆祝行情，有法人倒销支持买超124亿，新台票换美金嘛看到年半拢无看过的字头。来看《自由时报》，这摆选举国民党输忝忝，即马国民党内在话讲爱改革。若国民党台南市的有市议员蔡玉辉，伊即马是建议讲，甲党名中国国民党头前的中国摕掉，即马有得到党内的支持。来看《联合报》，台北捷运公司昨昏通过取消电子票证拍8折的优惠，要改讲坐愈坐愈俗的新方案，按算2月初会开始实施。中国武汉的肺炎，当世界卫生组织是正式甲这个病毒号名叫做2019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除了中国以外，包括咱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拢有通报怀疑的病例。另外，咱台湾即嘛已经派2个专家去中国要了解疫情。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即阵当地病例141例，其中重症7例，1例死亡，6例出院。世界卫生组织甲即摆检出的病毒号名为2019nCoV，也就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用地名来命名之后，其实就引起很多外界的一些质疑。MERS 其实也有造成韩国的疫情，只要它一旦流行起来，其实很多国家就会一个一个要被加上去，所以这样的命名法则是有它的漏洞存在。所以后来其实世卫有决议，就是说新的病毒的命名的话，尽量不要用这个地名来命名。疾管署表示，即阵除了中国，包括韩国、新加坡、泰国、港澳也拢有疑似通报病例，也个即阵拢排除也事件严重。而在国内部分，也搁再新增加1例疑似个例，是一名南部40外岁婚姻人，1月初北到武汉探亲，8号返来台湾，10日发烧到39度，经过病院检验流感是阴性，无肺炎的症状，因为符合通报定义，正在负压隔离治疗中。至于进前，国内有3名怀疑个案，也已经排除了。目前从他没有去过这些华南市场，以及没有肺炎的情形来看，那这个疑似的情形是比较低一点，还是会经过检验之后再来确认或排除。为了了解当地疫情，疾管署已经派2名专家伫10日暗时到武汉13点开访查，预计停留2天。行程由中国官方安排，等专家返来台湾了后，会统一对外报告相关内容。记者综合报道。选举选耍，即摆时代力量不分区的提名人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嘛有选调，也毋过所有网友选调了后，伫咧面册留话甲恐吓。王婉如昨昏去派出所报案，这个网友嘛随出来自首去做笔录，有公开向王婉如回实的。选举结束啊，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摕到3色，主张要互未来国会会使有温柔而且坚定力量的小灯泡妈妈王婉如，即届顺利入去国会。不过，伫咧选举了后，所有网友伫咧面册留话，讲无要紧，王婉如还有2个囡仔会使去访台，等等恐吓嘅言论。王婉如透早伫咧律师的陪同之下，到西湖派出所以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对网友提告。我们虽然很捍卫台湾的言论自由，但我们不应该让言论自由无限的伤害。身为一个妈妈，尤其是我们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悲剧，
我们真的希望说他真的性不要重演，我们也不想要呼吸这种恶意的言论，持续的让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担心、说害怕。这届无缘入去国会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后续是毋是会拼党主席延续战神的能量？时代力量表示，这阵内部也未讨论。若这届顺利连任台北市万华北中正的无党籍立委林昌佐，新国会是毋是会挖向民进党这边加入党团的运作，或者是挺立赢所杀出来立法院的龙头人选呢？林昌佐表示，这阵也未讨论。你们也知道这几天大家都在忙这个卸票，那选战后续的这个收尾嘛，所以这个比较及时性的新闻的这些议题，其实我们团队内部都还没有讨论。2020大选结束啊，未来国会立委的席次，立赢的席次过半，那拿力伫咧国会也是占多数，正做关键少数的小党立委要安怎布局团结力量，也是外界关心的重点。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到明仔透早同款受大陆冷气团影响，北台湾规天拢会较寒，中部以北低温嘛只有10度左右。来看上新的温度，这波冷空气会一直影响到明仔透早，各地早暗拢较寒。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花莲只有11度2。今日日时北部高温大约是19度到20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2度到25度。那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北部、东半部今日同款会落雨，有的所在雨会搁较粗，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明仔开始冷气团会减弱，延到拜五东北季风会搁增强，北台湾就会搁变天，变甲湿湿冷冷，天气变化遮大，大家就要小心。来看大陆冷气团发挥，加上水汽有够，合欢山、玉山都赶到落雪路边啊，做伙来看。有真侪民众听到落雪消息，就起来山顶佚佗。有拄在包目沙国小内学生，拄好拄到今年日当以来上大的雪。木栅木栅，登山成功，勇往直前。以前有看过吗？没有。啊，还有大学生朋友小招来山顶浴雪去毕业上。是上来办，然后对，就是跟家里沟通很久。因为伫咧武岭到合欢山总一地啊，积雪较高，佮加上拄在一速加线24公里，远方的所在到41公里花莲大武岭的路段，拢有交通管制，但是无挂雪链就袂当通过。有桥倒摆人就起用要求讲爱落山，谁都别违规。他现在过不去怎么办？我们输啊！我们有建议他。没有了，这个大哥有告诉我走地形产业道路那边到底山都可以通。那里比较安全就对了。对，那边没有下雪啊。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海拔3400控制公尺的合欢山山顶气象站，透早测到摄氏零下2度至3度，配合华南水汽刷入来，合欢山、玉山顶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落雪。对南道县的昆阳到花莲县的小虹口，积雪上深达到10公分，玉山7点外毛落米雪。那不过因为这波水汽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在今天下半天之后，水汽会渐渐的转干，那下雪的条件也会逐渐的降低。而这波冷空气的影响，主要会从今天一直持续到礼拜3的清晨。中央气象局提醒民众，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的天气较冷，低温伫咧12度至14度之间，17会搁一摆来变寒，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会搁降低，衫一定要穿好小，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造成的身体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细分明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继续拼外交，伊甲美国华府地区的访问团见面，又讲到讲台湾进前有通过关心透法，这是要保护咱家己。望讲未来会当甲理念相外的国家合作，嘛望讲敢会当签署台美双边的贸易协议，来带动双边的经济发展。不过美国迄边即嘛较要紧的是美国的猪肉、美国牛肉，敢会使进口来咱台湾。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在去接见华府地区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甲印太战略访问团，表示过去3年台美关系达到上好的状态，进程台湾通过反心透法来强化民主防卫机制，未来嘛希望讲会当甲理念相外国家来合作。这里就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那上个月我们也通过了反渗透法来强化民主防卫的机制。未来我们也希望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针对媒体识读、民主素养以及
民主防卫机制等课题加强交流，让台湾可以去持续的为世界的民主做出贡献。蔡总统嘛表示，去年美国的国际知名企业嘛拢伫咧台湾扩大投资，伊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会带动双方经济成长，创造双赢。毋过讲到美台经贸关系 ，AIT 主席莫健伫咧受访问时阵就表示，伫咧蔡总统的第2任期，美伫美国问题会当有进展，表示讲美方真注重这个问题。I think we hope for progress. Ye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t's hard to predict, but pork and beef, as you all know, has been a traditional issue that we think needs to be addressed. 莫健嘛表示，美方会继续呼吁两岸和平甲对话，嘛希望讲中国会当听到这寡呼吁。I hope that they will reflect. We will continue to call for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for dialogue across the strait, and we hope that Beijing hears that call. 毋过，针对世界各国拢来恭喜蔡总统顺利连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是批评讲，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甲坚决的反对，已经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的交涉，爱慎重处理干涉台湾的问题，唔通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那选书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早是登去高雄市政府上班啊，伊嘛开记者会，讲伊3个月无去上班，有向高雄市民回信的。伊是讲伊无打算要参选国民党主席，那伊会用平常心来看待要甲罢免的行动。支持者早就回到高雄市政府，要替小假上班的市长韩国瑜加油。请假将近3个月参选总统时离，韩国瑜13号早起8点50分钟回市府，也毋过因为无安排公开行程，10点伊特别加开一场记者会，向高雄市民道歉。很抱歉，整整将近3个月的时间离开高雄，那对市民朋友非常的抱歉，没有好好陪着大家。那我们市府团队在这个3个月该做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这里表达对市民朋友的歉意。今天是小假上班第1天，市府团队一样会上紧发条。韩国瑜强调，刷落来回归市政，首要重点是让市民好好过年。市府小内阁也未变动，也毋过被问到9日共识等国情问题，韩国瑜认为，目前只专心拼市政，无适合去讲，也无规划竞争国民党党主席。目前党主席这一部分完全没有这个规划，那有的选举失利了。在这里真的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那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不要太多沮丧。也毋过，主张罢免韩国瑜的团体3号随即被指展开邮票活动，对韩国瑜的道歉并无认同。他是说，因为他没有陪伴高雄人而道歉嘛，最主要在这边，他从来没有为他几10项的政治承诺、政治支票没有完成而道歉，他从来没有为他的这个背弃高雄市民而道歉。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是召开记者会，要求韩国瑜加速兑现政见，也袂当让过去清洗走算的人搁回来搁市府。去帮你选总统、选战的这些政务官，今天你的团队落败了，高雄市民也没有义务再回收这些落跑的政务官员。韩国瑜表示，目前并无规划让清洗的政务官搁回来市府，也认为就定2个月了后，就继续有罢免的声音，会平常心面对。记者综合报道。那这摆选选国会的第3大党嘛换人做，郭文哲带头的民众党是第3大党。昨昏因公布因党团的总调是伫咧不分区排第1的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玲。另外有选调的不分区立委蔡壁如嘛讲，若是理念有吧，在野党嘛会当合作，成做在野大联盟。露出灿烂笑容，台湾民众党立委当选人蔡壁如准备离开台北市府，转换跑道进入国会。对于台湾民众党伫这摆大选摕到50不分区立委，成为国会第3大党，敢是会寻求其他政党合作的机会。蔡壁如表示，只要议题符合，任何政党拢有合作的空间。我想大概就是要不要提出一个在野大联盟的概念，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念，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对民生经济的议题，我想这个是共同的愿望。蔡壁如也公布，民众党党团总调将由赖香玲担任，副总调是张基乐。至于委员会如何分配，目前也伫咧讨论。民众党主席也是台北市长的郭文哲，12号暗时启程澳洲，进行城市交流访问。
伊笑咧讲，国会略赢过半，民众党毋是关键少数，无法度影响立法院龙头竞选。对未来应该安怎解决两岸的时局，因为双方拢需要智慧。这一次选举哦，但有人在看一下说，这个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嘛哈，不过这也是反映台湾民意的态度嘛哈。所以我觉得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的，所以这个大陆方面常常推出什么惠台措施，结果台湾人越跑越远，那表示说他过去那一种打压政策还是有问题的。在2020大选拍了关键的一战，蔡壁如表示，党部将由秘书长张德荣负责，所落来目标就是要互党工党员全台遍地开花。台北市府小内阁传出异动，研考会主委吴家德请示核准，将由乱界人接任。至于黄正英敢会转来台北市府，还是将会转战国会？蔡壁如表示，将会尊重伊本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那这一摆选举，国民党是输添添。外界认为讲党主席吴敦义爱负责，嘛讲国民党就是欠少年辈。伫吴敦义辞掉党主席了后，即马有人问讲侯友宜敢会当来接，嘛人点名马英九倒来换党做改革。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力推销新出游新北市，要甲大家讲新北市真舒适。不过2020大选结果，国民党大败，外界甲问题指向是党主席吴敦义，亲中派化改革。不过吴敦义若是请辞了后送来接，未少人直接点名侯友宜。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了解目前所有党的问题的存在在哪里，我们好好的静下心。好好的检讨，尤其先检讨自己开始。朱立伦市长是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我都祝福大家。真侪人希望侯友宜带头改革，但是侯友宜以先检讨家己来回应，敢是心内已经有推荐的人选，伊拢无要讲，马上点名回应党主席前总统马英九早起是真低调去主哦。国民党败选，国民党应该讲改革才对得起经国先生。国民党哪像一定爱改革，唔哪爱世代交替。亲中派阁爱不分区立委当选人吴淑怀，家己辞掉立委。中常委阁爱吴敦义马上请辞，唔免等到15月中常会。我希望吴淑怀将军也要倾听各界的意见。国民党的章程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总辞，马英九也指定一个照章程来指定一个代理人，他就辞职了，就走人了。哪有什么还要等到中常会呢？伫中常会进前，党内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个先定调，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败选的检讨。我们党内呢会召开一个专案小组，那针对我们这次选举过程当中的一些挫败的环节，我们会进行深入的探讨跟反省。选举失败嘛，激起改革的意志，但是国民党并不是第一届话要改革，要安怎通盘改革，甲时代对调，恐惊不是一句世代交替，各会当做甲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菲律宾的活火山塔尼火山开始咧喷发，周边14公里内已经有超过45万人撤离。马尼拉的国际机场嘛有受影响，500外的航班取消。当地政府即马批是白真严，因为这个火山随时拢有可能会大爆发。已经43年无喷发的塔尼火山，对12下晡开始喷发。喷出真大机的烟条甲火山灰，引发附近所在出现75摆地动。13透早进一步喷出岩浆，当局甲火山的警戒提升到第4级，差1级就到上悬级，并且警告塔尼火山真可能在未来几点钟，也是几天内严重喷发，而且真可能会引起火山滚高龄，也就是火山爆发了后，落入海中的火山沙啊，推动海水甲产生大涌。不过，也是有游客为了要看火山爆发，嚟到当地旅游。Let's say once in a life, experience for us because we have no this phenomena in our country. So for me, it's very, very, very interesting. 塔尼火山是有名的观光景点，大伫周围14公里内危险所在人口超过45万人。当局表示，这个所在所有的人拢必须撤离。13号疏散超过16000人。不过，部分的民众因为能见度真歹，欠缺交通工具，无法度来撤离。Siyempre sir, takot, taranta. Ano naisip nyo? Siyempre may salbahang buhay.
另外，真侪火山灰一直飘向北边，首都马尼拉甲第一大城回松市拢受到影响。马尼拉国际机场也一度被迫关闭，超过500个国内外航班取消，13部分航班开始陆续恢复。菲律宾政府宣布，受影响所在公家机关甲学校13是停班停课，股市也暂停交易，并且呼吁民众尽量伫室内上好大吹暗了后，结果造成吹暗拢红买了咯。 Nag-aalala po dahil siyempre may mga sakit po, lalo na yung asawa ko na may asthma. Nakakaano po yung asthma, nakaka-epekto po sa kalusugan na namin. 哈尼火山位在马尼拉以南大约65公里的所在，是世界上上细活火山之一，也是菲律宾第2活跃活火山。过去450年来，总共至少爆发34摆，最近一摆爆发是在1977年。 灾情上个严重是在1911年的迄摆，造成1335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澳洲的火烧山嘛真害，火甲呾也未拍花。有专家就讲，尚无有8亿只动物上小时也是受影响。澳洲政府即马按算要投入10亿的新台票来救灾。 对直升机顶面甲一箱红菜头甲番薯空投到地面，点名机需要翕到小型的大气出现，冒着救命粮食一直去。澳洲野火炭烧3个月月，敢若是在新南威尼斯就烧掉500万公顷的林地，也有8亿只野生动物被烧死，也是找无物件通食。包括澳洲第一的大齿无尾熊甲虎齿，为着抢救这恒温生存的野生动物，相关单位已经在国家公园内底空投2栋的蔬菜粮食。 Today we'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about $50 million as an initial contribution to protecting our wildlife and restoring the habitat. 澳洲当局当时在8月宣布，会用5000万澳票，大约合10亿台票，加税救助野生动物的经费。澳洲环境部长表示，其中一半用在野生动物的医疗照顾和安置，并且致力复原和野火烧去的栖息地；另外一半用来抢救面临生存危机的野生动物。 实际上，在这波野火炭烧进前，澳洲已经连续几年抗旱，有真侪骆驼走入去澳洲南部原住民所住的所在来采水甲食物。这骆驼污染人类的饮用水，抢走有限的粮食，所以澳洲进前宣布展开骆驼的捕杀行动，有计在5天内底对空中射杀上万只骆驼。而这项政策也引发部分非洲国家不满，批评应把骆驼送回非洲，无需要赶尽杀绝。 澳洲受到气候无正常的冲击，造成高温、高寒甲野火危机一直来，那引发动物甲人类小至像最资源的困境，也互伫野生动物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国际焦点是英国的王室 ，Harry 王子翁仔宝宣布要退出王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赶紧召开家庭会议，尾啊，女王透过声明表示祝福，望2个人会当有更较好、更较独立的未来。 电讲在阿嬷有同意金孙的决定啊。英国王室这场家庭会议受到关心，女王13发表声明表示祝福，希望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会当有更加独立的未来。未来有一段过渡期，2个人会轮流住伫加拿大甲英国。这嘛表示女王已经同意2个人淡出王室决定。 哈利甲梅根初步宣布淡出王室，要寻求财富独立。不过事情女王对这个代志拢唔知影。传讲菲利普亲王知影消息了后，起家当场吐火，为了化解王室危机，女王决定13伫桑德林汉府召开家庭会议，要求查尔斯王子、威廉王子甲哈利王子拢来出席。让伫加拿大的梅根用电话视讯参加。英国媒体又表讲，梅根家己已经接新工作，伫哈利中介之下，甲迪士尼签配音合约，换对方向组成团体捐钱，引发王室成员不满，认为损害王室形象。某人质疑，虽然哈利翁仔宝想要脱离王室约束，不过2个人去年用家己王后萨塞克斯皇家为名创办基金会，注册品牌，用的是王室名字。未少英国人认为，就算要财务自主，因无可能将王室衫脱落来。It's been paid for, it's done,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they don't want to be senior anymore. You can't just be a royal and then decide not to be. He's a royal and that's it. He can't get away from that. I certainly don't think we should pay for security if he wants to try and remove himself from all of this. 即马得到女王的支持，不过王室目前该解决一寡问题，有真侪工作爱做，不过爱说女王，也是希望哈利会当过家己家己的生活，嘛要求王室团队伫几天内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昨昏公布，南韩导演洪俊浩的电影《寄生上流》有入围最佳影片，另外电影《小偷仔》唔但入围最佳影片，嘛有入围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拢总入围11项，是入围上侪项的电影。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美国13公布。陶德·菲利普斯做导演的《小偷》一捆头入围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等11项大奖，入围上侪项。奥斯卡入围名单入围最佳影片，除了《小偷》，阁有《赛道工人》甲南韩导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等高级电影。 여자들이 원래 참 잘 속아. 사모님이 뭐랄까. 寄生上流嘛入围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6大奖项。The Actors Branch nominates Antonio Banderas in Pain and Glory, Leonardo DiCaprio in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Adam Driver in Marriage Story, Joaquin Phoenix in Joker, and Jonathan Pryce in The Two Popes. 5位演员要相争影帝，影后同款嘛真激烈。Cynthia Erivo in Harriet. Scarlett Johansson in Marriage Story. Saoirse Ronan in Little Women. Charlize Theron in Bombshell. And Renee Zellweger in Judy. 谁会当摕到大奖？会伫比赛时间2月7号颁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家，咱台湾来关心新国家。伫旧日过年过线，2月7日就要开始运作。即摆是选出2大党、2小党的局面，民众党取代亲民党。即摆大家拢在要讲，后一届的立法院长会是啥人？民进党的陈明文、郭建明、尤锡坤拢有互点名，拢有互记着。 新国会2月1号开议，第一件就是国会领头之争。党内顺利连任的立委陈明文，顶届捌表示态度要争取，而即届也无想要让。只有名列无分区的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更加被看作是刷总统钦点，甲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2人搭配，呼声真悬。只有民进党团总调集人郭建明也是联盟人选，即阵已经出现3强确立的态势了。第一个要尊重蔡总统，蔡总统对于选后，等政治布局以及人事安排的布局。第二个尊重就是尊重党团大家的讨论以及共识。台北市长郭文铁率领台湾民众党取代亲民党，虽然新国会依然维持2大党、2小党的局面，英国民众党出入国会正做第3大党，考验到新国会的运作。 最重要还是他的理念是什么，他对针对议题的看法是什么，而不是为了结盟而结盟。建立在可以沟通。 可以沟通，可以论证，在辩护的立场上，不是只有操作网军啊，这种 PTT 带风向的这种文化。立法院是讲究高度的专业的，不是白目有用的啦。郭文铁甲蔡壁如送入国会，互伊迄地主的丰富，也讲为郭建明感觉烦恼，也有郭建明敢若认为无啥物，也算民众党讲立法院需要是专业，毋是白目。新国会还未开机，就闻到迄药味咯。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未来4党两间的关系要安怎经营？总统蔡英文伫咧胜选之夜又讲到8字，伊讲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不过中国的学者是认为讲，蔡英文的两间大真硬，要重新对话，真硬斗，甚至会当讲是无啥可能。 总统蔡英文也伫选举国际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承诺，并且弹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等8字，认为这是两岸中可良性互动的关键。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
蔡总统更表示，若讲北京尊重台湾民意，重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事实，以和平加对等方式处理两岸之间的歧见，两岸随时会当重启对话协商。也毋过，中国学者认为，蔡总统对两岸态度明显强硬，加上即摆民意支持，要重启对话协商根本无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他现在是有810多万张票的支持以后，他是有恃无恐。那么他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是要逼着大陆跟他沟通、跟他交流，这个是不可能的。李进光也分析，蔡总统明显记在9日共识一国两制，刷落来两岸关系应该继续真冷，更较不排除出现真大变化。即摆南亚伫选举大败，学者分析9日共识已经无清楚的空间，国民党也失去两岸危机权。所以国民党现在不有话语权，但他失去了先机嘛。他让那个蔡英文这个取得了先机嘛，他反而这个两岸政策本来是他的强项，反而变成他的弱项了，这是国民党的问题啊。9日共识这个事的创作者郭安辉前秘书长苏启就表示，过去伊提出的红蓝绿小三角已经无啊，以后只剩中国甲民进党的斗争，国民党袂阁有价值。国民党应该建立新论述，也估计未来美中台大三角将比以前更较激烈。即摆大选的结果对美中考验才大开始。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爱面对两岸的难题，若国民党是爱面对改革的问题。即摆国民党伫咧台中分林拢输真济。另外，台中的选举结果嘛受外界关心，选输的洪志雄、选赢的陈柏惟昨昏拢出来谢票。虽然经过一场苦战，也是落败，争取连任失败，无当一立委参选人洪志勇，拜下晡也是笑笑来谢票。感谢乡亲的数票，感谢数票。台湾基层党员陈柏惟在高雄崛起，却是投入台中海线第2选区，挑战深耕地方30年的严家班，却是成功当选立委。何况这是今年上届互人意外的选区，伊会补转来高雄谢票。一个素人参政4个外月的时间，来打倒台湾上大的地方派的。这是这道我想伫全国选举内底会当上个凸显的代志。相反是深耕地方国民党婚林关立委参选人张家军是张家军，却是败予民进党的老将苏治芬。国民党在婚林关总统立委选举惨败，婚林关长张立先表示无派系，只有乡亲贺定。张国瑜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诚恳、非常客气谦虚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抵挡大海啸，但是呢，我们需先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只有更深耕、更努力啊。即摆总统甲立委选举，台中市长罗秀燕当年创下立委6连任的北北屯选区，却是在新地会手中来失守。中部其他国民党县市选票也拢开甲无水，外界看做是执政的期中考。对此，下晡在台湾电会主顶上年的时阵，强调拍拼最好工作，挽回民众的认同。选举因素很多了哈，那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一概的评论。那我想，所有的从政人物对于最新的民意都应该有所体会并且要遵从。选举已经结束，国民党甲民进党政治版图也伫洗牌，立委席次甲选票消长，除了外部效应，再来步步讲势力的重整也正伫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头头讲到今年的台湾灯会，就伫咧台中的后里，交通部观光局公布今年的主灯光之秋，先做3款，咱先看先赢。启动！美丽光景，2020灯会主灯正式公布。这张大树仔内面有巧妙的设计，包括代表全台湾乡镇的花蕊，也有代表人民的心形的树叶啊。掉下一颗种子，那个故事，然后那个经验现在蜕变成一棵很大的代表台湾精神的参天大神木光之树。主灯是改变以前拢是新秀的设计，也毋过细拍高压灯依然是用新秀的设计。设计者用鸟子带帽做概念，和细只鸟子穿着代表喜气的红衫，随着高压灯顶头的手把，会当做出拜年恭喜的古锥的动作，也当把手把拆掉了，当做红仔来耍。那小朋友拿到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要组成正面的老鼠新郎，或者是反面的属新娘。整个策展是由我们观光局负责。那今年在预算是突破过去是高达1亿5500多万元。
台中灯会会伫咧2月初8元宵节迄天正式点灯，现场也会分水拍高仔灯，讲是台铁的车站会有转停的接驳公车，希望民众会当尽量坐大众交通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屏东的高手。高手是做画的故乡，乡公所当年拢会举办做画比赛，农民卖摊比赛，交流种做画技术。这款青金金、佮金骨的蜜枣看起来真好食款。这是屏东高手乡公所举办的蜜枣评鉴赛，总共有36个果子农参加，做伙评比甜度、重量、外观和口感。上尾是牛立丁得到冠军。品种是高雄8号珍宝，它的特色是果重平均大约有180公克，果色亮丽有光泽，像上蜡一样。还有就是它的甜度呢，大概将近14度。高树乡种蜜枣面积约400公顷，占屏东县7成，会使讲是蜜枣的故乡。原地种分晓的牛立丁，10多年前开始换种蜜枣。伊讲要种出口感脆、甜度约14度，粒头袂输是青色嫩厚的蜜枣，伊的撇布就是用草生栽培，改成那个草生栽培的，就是杂草现在就是没有在做那个喷洒农药啊，然后就是让草生这样子跟藻质源一起共生的。高树乡公所透过蜜枣的评鉴赛，提供农民交流的机会。即阵蜜枣大出当着时，乡公所嘛讲，希望消费者经过节时会使加选择蜜枣，同齐支持用心种植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表扬平常时真骨力做事的公车司机，桃园市的交通局票选5000级的司机，其中桃园客运一个名叫做黄俊雄的司机，摕到人气上届王者的奖，因为伊唔拿赛车，嘛会甲人小借问，伊喙真甜，服务阁真大心。徛伫咧台顶接受5000级司机徽奖甲奖状，伊是桃园客运驾驶黄俊雄。平常时负责驶桃园到高铁这条路线，对乘客拢嘛轻声细细。这款的服务态度，互伊伫咧桃园市交通局举办的5000级司机评比活动，得到上届有人缘的问奖这个奖项。开车的时候都把客人啊、老人都是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嘿，他上车之后就是等他坐好就座以后安全了，我们才开车。那下车的时候，因为经常会固定路线啦，所以乘客坐到哪一站大概都知道。如果他有忘记啊什么，我们就会提醒他。桃园市政府这几年释出真侪坐车的优待，亲像用市民卡坐车，坐一抓就送一抓，坐捷运转公车也有优惠等等，这互公车的运量逐年拢成长。这届司机的评比活动，也互民众有机会向平常时真用心服务的司机表示肯定。分别透过票选的方式，我们把桃园最好的司机也给展现出来，利用颁奖典礼的方式，让大家也给他鼓励，也给他道贺。这届评比分做绩优组、安全组、人气组甲必比客票选组，总共有18000个乘客参加活动，竞出桃园优良的5000驾驶19位。得奖的司机唔但有奖金，也佫有荣誉徽章甲肯定的票啊！希望提高驾驶的荣誉感，也互市民伫咧坐车的时阵佫较安全舒适。记者综合报道。第800洪灾损害甲真严重的第20线南环公路，经过10年的整修，昨昏开放梅山到天池这段路。公路总局是表示讲，目前敢若开放3栋半以下车会使行，时间嘛限伫咧透早8点到下晡1点。早起达到8点，南环公路梅山口的管制点正式开放通行。后壁的车排队要到200公尺，拢是专工来看。经过10年，才搁一届重现的南环公路梅山口甲天池段。那都快掉出来了，太我是大概11月份的时候，然后就突然间就下这一天假，然后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说他今天会通车，就刚好突然间今天通车，然后想说既然都下特休，所以就是一定要来。这段路伫咧高雄桃园区内，总长25公里。800洪灾时阵损害甲真严重，公路单位用10年的时间来修理。早上随梦开放，暗过间内当通过3.5吨以下的车，一天开放5点钟。初期我们只开放小客车还有机车、重型机车来进入。那开放的时间是我们的一个早上8点到下午1点可以进去。南环公路是1968年到1972年起的。
梅山口甲天池段的风景是真水，有真侪游客少年要十年，第一天就有700台汽机车，免2000个人来。对当地居民来讲，这段路的开通，嘛代表因的农林产业会当恢复。很多农人种植很多的一个种植产业，那因为这个路段今天开通了，对我们农人跟我们原乡的老百姓来讲是非常的有利。公路局表示，目前因为路容无够，真侪路段为红线袂当停车，希望讲用路人会当遵守，才袂来去影响到行车安全。大港下晡2点会有保全人员甲地方警察单位来苛刻用路人离开。下晡3点进前，路段的全部管制无车，啊，毋过今年旧历过年进前，暂时未做总量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NCC 公布去年11月份手机信号的申诉，拢总有527件。台湾之前防申诉的案件上介济，拢是防盗讲无信号通讯的品质上过歹。NCC 公布去年11月份通信消费者申诉分析的报告，台湾机车防申诉总共132件，第二是中华电信116件，台湾大哥大98件，亚太电信是有88件防申诉的案件。若是无分业者用原因来看，申诉案件是行动通讯率上济。比较新的好像会山区比较不稳定。会有哪一家收讯比较不好？亚太。朋友在用。他们说亚太好像是南部比较适合用。台湾机车发声明回应，起防申诉的案件主要是申请移动续约，这挂类别的案件两件加所造成的。因为台湾机车伫咧11月举办双11网络门市即日核定的活动，请真侪用户来办，过程当中造成有一部分的用户申请的体验无好，会做未来活动规划参考。NCC 表示，1801年开始，逐个月拢会公布通信消费申诉分析报告。就每个月的申诉，基本上就是看他的各业者本身处理的怎样。如果他的通讯状况跟品质好的话，申诉案就不会那么多，整个趋势有下降。嘿。若是用去年第3季的分析报告来举例，消费者申诉的原因也是反映收信无好等等的行动通讯上济是占要高成。第二是过网申诉案件 ，NCC 表示会逐个月甲业者来开会，要求因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会趁领到年尾收金了后换头家、换头路。根据一份调查，有87%的人会考虑讲要去国外食头路，这个比例比去年也更较侪。这个在头问的查某囡仔，伊是捌伫咧台湾网络媒体担任小主管的女人，因为工作时间真长，压力真大，所以找到机会，伊就决定要去中澳的斯洛伐克做临时工度假。有关于年假这部分，就是30岁以下你就有20天，那你超过33岁就25天的年假，不管你的年资多。还有这个有电机技术学历的 Frank， 原本伫某一间顾问公司担任工程师，工课做3年了后，逐个月薪水敢若去用加800块，所以感觉要闭关是无简单，转来走去比利时食头路。即马回来台湾了后，是一个转一个直播主。外商的薪资条件高，可是他就是比较责任制，你可能会没有周休2日，或者是需要加班到9点10点。根据 Yes123求职网上新的调查，有87.8%求职者讲考虑要去海外做工课，比去年的84.6%更较悬。上想要去海外食头路的地点，前5大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东协地区、澳洲，也是纽西兰、甲港澳。平均希望摕到2.12倍的薪水。确实，蛮多人向往日本的一些这个服务业。那在美国部分，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坦言看到科技业这边的一个交流。不过求职网嘛提醒，想要离开台湾找头路，而且去国外做的若是跳舞业，或者是较基本的餐饮工课，民众回来台湾了后，可能也是无法度替家己的履历加分，所以想要出国食头路，也是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过10天要过年啊！台北的迪化街办年会人已经吵。公司台语台嘛伫咧大场顶斗闹热，举办写台语春联的活动，要祝所有乡亲新的一年平安顺遂。我互伊规家伙啊，亲像头拄阿上兄讲的，全家有智慧。今年春节是台语台开台了后的头一个过年。为着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台语台甲台北市商业处超新年台北年会大家合作，12日天伫咧大场顶永乐市场举办写台语春联的活动，现场嘛准备印好的台语春联，请民众排队来领。公司董事长陈旭秀嘛来现场甲大家拜年。
今日真欢喜，阮伫遮要办一个，大家来用台语来写春联吼。是。咱知影英国写春联拢是用华语咧写春联。用华语写。但是即马咱要用咱的母语来写。台语台进前伫面册邀请网友结头壳创作今年的台语春联，经过票选，得票率上悬的是金翅迎新开台风春。创作者嘛特别来活动的现场，甲大家解说这句春联的意义。我是要祝福公司台语台呢，伫咱的金翅年，会当接接到新的好的开始，迎接到新的好的开始，金翅就迎新咯接逢到兴旺的生机，甲发展，开台风春，做上界赞，上界受欢迎的节目。台语台开台了后，一直推送台语文，毋那节目是全台语发音，字幕嘛是用台文字。即摆举办台语春联活动，就是要互大家更较熟悉母语，用母语写春联，甲讲好话，嘛毋望每一个台湾人伫新的一年拢会使平安顺遂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去英国。素食食菜这几档真时行。英国即卖有一间上大间的连锁饭店，因为推出一个素的烟肠饼，结果大受欢迎。互这间公司过去一档加赚2成4，员工的年尾奖金嘛是领个笑嗨嗨。英国格雷格最近生意特别好，伦敦这间分店虽然排队人，若为了上好的，对这款模仿 iPhone 广告手法推出素食烟肠。甲传统的胖做科技产品包装，互格雷格这款素食烟肠真红，互去年业绩成长1成，股票起7成，税前赚的增加2成4。头家欢喜，决定提出700万英镑分红。1万9千个资深员工，每人会当分到300英镑。格雷格最近又搁推出无摆牛肉派。这种素食风格嘛在美国流行，汉堡王推出无摆汉堡了后，这个月底嘛在早顿推出素食烟肠可颂三明治。Breakfast is a key day part for our brand. The crust sandwich is our key product for breakfast. So we decided to bring to life the Impossible Crust Sandwich. And we're going to market test that product in five areas in the U.S. starting end of this month. 无可能食品是提供汉堡王无摆汉堡供应商，即摆伫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这间公司佮推出真侪类似商品，亲像素食猪肉烧麦、素食肉丸佮素食三明治，拢受到消费者肯定。看起来这流行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 NASA 前几日替完成训练的太空人举行结业典礼，这批有6个查某、7个查甫。这个团队未来因会要去月球甲火星。美国太空总署阿提米斯计划13名成员10号出现休斯顿的结业典礼，因是2017年为18000名申请人中拣出来精英中的精英，有飞行员、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医师，其中2个人属于加拿大的太空总署。1983年起，加拿大就是 NASA 训练计划的成员。以2024中返月球，2030年中期定立火星为目标的阿提米斯计划2年课程包括 NASA 水底中性铺力、实验室的太空漫步、机器人技术、国际太空站系统加 T-38教练飞行机，佮加上奥文课程。Astronauts could one day, in fact, walk on the moon as a part of the Artemis program, and perhaps one of them could be among the first humans to walk on Mars. 这批太空人毋但性别平衡，自会分布也多元。13人中有5名是优秀人种，像飞 AA 地质科学家杰西卡·沃金斯，和会出身美军海拔特种部队，有哈佛医学博士学位的张尼金，甲捌伫阿富汗战场飞过直升机，毕业自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头一位伊朗的美国太空人杰斯米蒙贝里。One of the reasons I love working in human space exploration is it's something we generally all agree on and unite on. I think it is an area where we see diplomacy, where we don't see it in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at has an impact, you know. 伫这批新成立军加入了后，NASA太空人增加到48人。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日同款受大陆冷气团影响，北台湾规工拢较寒，中部以北、东部、金门低温敢若10度尔尔。气象局早起嘛发布低温特报，爱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是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20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